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踢到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扶你起来啊。你睡床吗？我睡地上。这张床其实挺大的，够2个人睡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允许你上来。哦。青青，小周，该起床了。妈，马上就来。快点啊，早饭要准备好了。